但係米少咧，屌佢咁撚耐，只能夠講啦。我幾欣賞佢一樣嘢就係佢係做得密嘅。如果我有陣時候咧要交片俾客啊咁樣嗰啲咧，因為我哋做 gym 個時間咧係2至4，我12點半啦嚇，12點半1點出門口，跟住做完咧有陣時候要踩埋機咧6點 piece。米師傅係佢仲去到上堂，我覺得係癲嘅，同埋佢係嚟得密㗎，因為佢係嚟得晒嘅。如果有陣時候咧，因為我哋交片俾客咧，你唔會喺收咗工之後先交㗎嘛，通常，但係有時候趕唔切咧都係冇計。咁6點前要交，所以只能夠走一日，但係佢係去足㗎，好似佢係真係去90成，佢戒得勁清。跟住我睇佢咧，有手足 send 俾我睇咧，佢個 IG 佢係誇張㗎，佢係有病級數啊，我只能夠講。但係嗰陣時候咧，佢對上一次做嘅時候咧，佢係冇時限㗎嘛。佢話咩？佢去報即係做佢引體上升啊，定乜鬼嘢？佢話佢一個人可以做咗5下。跟住我最近先睇翻嗰張相，好撚有病。佢嗰陣時候狂操唔知半年啊。嗱，佢呢度啦，1嚿2嚿3嚿4嚿5嚿6嚿。你當呢度6嚿啦，佢4個月翻去呢個狀態，佢好撚有病。2021年5月6號，即係雖然話咩有底冇底乜乜柒柒，但係4個月我都係佩服㗎。即係就講甘拜下風啦，4個月咁嘅樣變咗咁嘅樣。我有個形容詞去形容佢呢個狀態嘅嗰陣時候，得罪講句有少少似肥 TB， 佢係癲㗎，但係佢係癲㗎。佢係有料啊，我就去唔到佢呢個水平啦，好似蘇士。今日上嚟就講下我哋健身嗰個成效，其實都唔使點樣講㗎啦，大家有眼睛去睇㗎嘛。同埋我個人咧又唔識得玩 Photoshop 嘅，我又唔識 P 圖嘅。屌早知我 P 勁啲啦，仆街我識㗎嘛。你識，我啊唔識 P 圖嘅嚇。啲粉啊將到痕晒，咁啊解釋下咯。咩叫將到痕晒？將到痕晒。咁啊之前平時咧係我哋一齊去做 gym 嘅，但係我通常都係睇心情去做嘅啫。而家咧要我跪翻佢咧一齊去做 gym 嘅。咁我真係哭撚咗啦，所以咧星期一咧就同阿梁少去 hea 操嘅。梁少嚟講咧，佢又擺到明話去gym 房係及女嘅啫嚇，咁啊同佢去及女係真嘅，咁我都及啦，係咪先？有邊個唔及啊？話唔及啊，一定係假嘅，邊個會信啫？係咪先？喂，你另講啦，雞翼就唔及女嘅，佢係奇撚怪怪，佢恐女症大家都知嘅，佢先唔正常。咁啊，我哋基於咧幾個月前咧，應該唔係半年前啦，已經係上年開始就實行咗呢個操 gym 計劃㗎嘛。上年啊，係啦，即係中間荒廢咗一段時間啊。我係冇荒廢㗎喎。你係冇嘅。我係自己屋企秘密練習咯。係嘛？長期都係。因為嗰陣時咩封 gym 啊嘛，但係冇得做咧，咪自己屋企做下。但我想講咧，你嗰個效果係勁過本身操同佢操。好似係，我自己做好似仲唔知點解個效果仲好啲。可能你嗰個飲食啊嗰啲。係我自己清心寡慾咗啦喺屋企咧。跟得好，因為咧開頭咧佢唔係好中意跟嘅，我記得佢話咧。佢係有怨言係啊，開頭咧10月嗰陣時啊，一開頭操嗰陣時咧。其實到依家呢一刻都係唔夠鋪田㗎，我發覺自己。唔係真事啊！真啊！都係差幾多啊？我一日最多可能1嚿雞胸㗎咋。1嚿雞胸。1嚿雞胸咯。鋪田冇飲。哇鹹喎！要食多啲㗎。因為我係想瘦底鋼條啊嘛，做到鋼條我覺得。係做到佢嗰個理想。係啦，我而家就係嗰個理想㗎啦。佢係甩晒所有。要得嘅都甩。因為我最近咧iPhone 原來除咗 Facebook 有呢個提示，真係好耐冇用啦。你又要攞翻張相出嚟。好有趣張相，真係得意啊！係啊，你睇下呢張相。可以，其實可以出㗎，係有嗰個。即係咪？我企喺邊度？你會遮住佢啊？咁樣。咁樣啦。我哋出埋觀眾樣㗎，基本上嚇，基本上係其實觀眾而家係變咗似我咯，係嘛？2個我啊，笑咗，好撚趣致喎，直頭係，隻眼係睇唔到。哇，其實我睇翻都覺得幾撚搞笑，好撚搞笑喎，係好圓潤喎，真係。嗰陣時就係未開始操 gym 嗰個我嚟嘅，嗰陣時就係。係啊，我記得總之腫腫地咁樣個肚腩已經係唔見咗㗎。而家係冇。我都有啊，因為你睇下，不過我就哇！我都有啊。
真係肥撚你唔係啊，冇乜力開隻眼啊！你見到係咧，真係有少少係啊，重啊，係啊嘛，眼皮都。但係咧，有人話咧肥嗰陣時可愛啲咧，真係好多人都係咁樣講嘅。但我係唔中意嘅，太過唔符合你性格，唔符合我性格。嗰個太 Q 啊！太 Q 啦！真係行可愛路線咯。真係我唔想行可愛路線嘅其實。2020年嗰陣時咧，就同阿比叔加埋阿米少嘅，基本上我哋放負三人組咧，好完美嘅呢個組合。負能量三人組。係啊，好撚癲！你幾多正能量都會俾佢吸撚。係啊，我哋係可以喺一瞬間喺半個鐘內將所有正能量全吸。冇全部錯。黑洞咁啊！係啊，咁啊開頭咧米少不嬲都主張咧係唔係好粗噶嘛。冇錯。係啊，就唉唔粗啦咁樣。咁我開頭都話粗下咁樣嘅，但係咧自從咧講咗2次之後咧，俾佢影響咗，俾佢感染咗。我都一齊都話唉唔好粗啦，不如不如一齊戲 game，係啊食個炸雞先啦！我哋唔好講呢啲住先，我哋今日咧嚟到呢個尖人。OK，我哋影一影翻呢面先，都係熟悉面孔啦。嗱，好明顯係有嘅。我哋有新嘅新選手成員，新選手。我可以講解少少一個機做完之後，第2日會有啲咩後果，係會有啲男人唔應該會感受到嘅感覺。咁撚樣行路可能要。米師傅又玩呢啲符，好突破。試下呢個角度先，係啊，接上。嗱，米師傅就係咁好啊！即係點解我嗰陣時吹得咁好咧？係啊，繼續。我係有一個強力嘅挑戰者喺度。再嚟。佢係不甘再嚟。失敗。係啊，可以影近啲。可以。影近啲就係掙扎，繼續好。係啊 feel 繼續。係啊。呢啲掙扎，好繼續2下。係 last one，come on。呢張相有趣啊！係好波好，好慢慢飛。可以啦。好。但係唔緊要嘅。要中啦我哋。可以。係咪試下？其實我覺得係可能係第3隻腳太大，所以導致到含埋都有呢個可能性嘅。OK good。咁呢啲就冇得睇醫生冇計。再嚟。係啦，谷實。good。再嚟，谷實。我做多唔係。有啲感覺啦，米師傅都開始有啲感覺啦。係，再嚟。係 last one。呢部機比較重。哇！勁嘢，黎師傅。可以12我哋都係。我做呢個動作主要係想 warm up 隻腳咯。間兜嗰陣，大家都會有。其實頭先嗰2部機都係叫熱身啊，即係幫隻腳。半熱身啦，即係都係正式組嚟嘅，只係佢嘅作用係衝力咯。係。咁咯。可唔可以隻腳先嚟多2下？係 last one。OK，可以。有 feel。依家先係12下啫。有 feel。OK，你就死啱啱。冇。少少演技啫。真係演技呢啲一定要有啦。貼實晒。係啦，跟住吸入個肚度先。OK。之後先踎。feel 到。係啦，跟住咧踎落去咯。係啦，落好上嚟。就係咁啦。OK。真係演技啊！係咪實在啲嚟㗎？覺得，因為衝咗佢。因為冇動。OK。吸氣，深啲，再深啲，盡量深咗少少。係啦，繼續。我做多5下我哋。係。深啲，唔好急，深啲。係啦，嚟多下。OK，好，擘開落地，摸低，係啦，摸落去。我落深啲。係啦，5下我哋。落深啲唔得。係啊，如果飛到呢啲位都扯實嘅，我要執呢啲位。係啦，落深啲。係啊，盡量貼實一條，唔好嚟啦。我哋吸大啖。OK，繼續。繼續。係。繼續。深啲，繼續。係啦。好5下，今日。OK， 5下仲要，佢已經就死啦。4、3。哇！見到條肌肉，哇！你嘢講真，二師傅冇操開。哇！冇操係咁啦，
係好辛苦啊！適應下啦。所以我真係唔中意做腳嘅其實。力不從心。嚟一次，去。可以。得。第二次試跳，啊！加裝備啊！你睇下有冇咗作用？裝備撚。喂，裝備撚有啲。進步咗。 OK，嗌。哎呀！哇！爭啲整親啊！嚟多次。好。誒，好似輕鬆咗啦，扎個馬先。開。哇！喂，叫唔叫得咁樣？夾硬嚟講都眼交，順進將軍。好似講真，算係過到，算係幾勁嘅，講真算係過到。一下嗌出嚟，佢係運用佢全身法力去做。係。好，挺胸沉肩。誒 OK 喎，係可以。記得唔好放晒啊。誒 OK 喎。 3、4、5啊，6推前嘅踭，係5、6、7、8、9，呢度寬少少，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，推前嘅踭，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6、27、28推前踭，28、29、89唔計，推前個踭。OK，炒啊唔得唔得，我抽隊。有炒，係啊，因為佢個踭推得唔夠全身嚟噃。係。哇！係啊，做個人有少痹痹地啊！而家全身。見到，精彩。估唔到又嚟到，喂，已經有成果咯喎！師兄啊，咁撚大啫。我下個禮拜唔使再操咯。係啊，得翻硬教啊咋，我已經大幅咁拋離咗硬教啦，大家。係喎，喂，唔係師傅操背大立起手肘係咩意思？我爭拗。唔係話俾人聽唔好用到手臂啲肌肉。放鬆，傾前少少放鬆。係啊，呢下最靚，繼續嚟多一下。OK， 好，得慢慢放。我哋可以近距離睇下佢哋嘅表情係咪？ OK，佢哋已經進入咗呢個全集中。全集中狀態。我覺得好癲啊！究竟誰勝誰負咧？師傅已經開始表情係管理失敗嘅喎。硬教你落去啦。睇嘢條腰開始震緊啦。OK，我推到佢抖動緊啦開始。硬膠仲係可以定比較定嘅，我覺得。保持呼吸穩定嘅。而米師傅已經係抖動得越嚟越大幅度㗎啦。OK，我見到而家硬膠稍為有優勢。米師傅咁樣去支撐唔到咧。OK。你行教都開始震啦喎。 OK，我就會死嘅。我哋整佢樣，整佢樣。哇，收到係好攰。睇下硬膠，睇下個情況點樣先。有人及到米師傅攞條釘頂住喎。 OK，冇事嘅，冇事。OK，休息下先，冇事嘅。我都穩穩定好似。好，開始。哇，我要遠離少少先，要定咯。好，繼續。打開少少胸啊。係。佢除咗口罩好驚。冇啦，你已經賴啲嘢啦。佢嗰個周10米範圍都要中啊。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，扣穩啦你手掌。26、27、28、29、30，我爭埋啲啊，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、43、44、45、46、47、48、49、50、51、52、53、54、55、56、57、58、59、60、61、62、63、64、65、66、67、68、69、70、71、72、73、74、75、76、77、78、79、80、81、82、83、84、85、86、87、88、89、90、91、92、93、94、95、96、97、98、99、100、101、102、103、104、105、106、107、108、109、110、111、112、113、114、115、116、117、118、119、120、121、122、123、124、125、126、127、128、129、130、131、132、133、134、135、136、137、138、139、140、141、142、143、144、145、146、147、148、149、150、151、152、153、154、155、156、157、158、159、160、161、162、163、164、165、166、167、168、169、170、171、172、173、174、175、176、177、178、179、180、181、182、183、184、185、186
41、42、43、44、45、46、47、48、49、50、51，開始拉車啦，52、53、54、56、57、58、59、60、61、62、63、64，繼續，李師傅繼續，65，頂住，66啊，喂，67，68，頂多幾下，69，太多啦，OK 可以停啦。哦，因為手咩太犀利唔得。我而家全身都喺度避緊啊！可以。真係個肚都避緊啊！個腹啊！我全身都喺度避緊咯，而家。可以。OK，我遠離下你先。哇！因為大菌呢個幾重啊？呢個係第一格嚟係第嘅。一格嚟，第一格係70下喎。開始做爭闊啲，係啦，夾，係啦，夾實。Sorry，夾實。有啊，有啊，繼續。得㗎啦，佢啱㗎啦呢個手。 OK。嘅。哇！見到長喎，10年。打開，再10，凌空，個踭再高多少少，再嘅，攞嚟多兩下。樣衰啊！壓低肩，壓低肩，壓低肩。落嗰陣壓低個肩先，壓開個踭。係啊，好繼續。個頭好向後。OK，好得。OK。尋日紅佢拉背啦，跟住佢一唔夠力就。佢條頸用得多過背，一定係揈一波啦。係啦，good，繼續 ，nice，好靚嘅姿勢而家。頭幾下吞得好咧，之後就會好順㗎啦，基本上唔會走位啦。佢而家 keep 住都係用個踭去捉實個胸嘅，個膊頭都係黐死。靚啊！記得唔好推出去，記得。係啦，拍埋佢就 OK 㗎啦，繼續。係 good。3下，係2下 ，come on，係 good，last one，come on，哇，可以直腳起，直腳起，可以，好休息，有料有料。繼續，好鬼爽啊 ！Drop set 嚟講咧，通常我哋會擺喺去一個訓練嘅後期度嘅。簡單嚟講，我哋咧去到後邊咧，想 burn 曬所有力嘅時候咧，個肌肉去到最充血同埋最攰嘅狀態就會加落去咯。咁但係通常 drop set 我哋唔會喺前中期訓練度加落去咯。哦，即係差唔多做完晒啦，就可以加 drop set。做 drop set。係啦，譬如你可以加落啲單關節訓練度啦，夾通啊、二頭彎舉啊、三頭嘅下拉啊，全部都可以加。即係用盡你的力量。係啦，好嚟多兩下。係，呢下緊要啊！轉落去，轉落去。係啦，你會 feel 到個分別啊 ？OK， 好。前後搏到 super set 有冇分別啊？個踭一前少少包得落去咧，就應好多。好，休息。係前後搏做 super set 有冇效？係可以嘅。我嗰次咧比賽咧係做 triple 嘅，即係簡單嚟講，一次過做3至4個動作。哦。係啊，係攰到想行。蘇維睇下先。哇！係啊，完全唔撚同晒喎。嗱，佢呢位全部都脹嚟啊，前膊係最脹。癲喎！空啊，盔甲出嚟。大撚個頭打成咩？翻起來，慢慢落，翻返去。提升自信啊！你一樣講緊啦，唔通你打機嗰啲肩都係冇用嘅。係啦，要咁樣嘅。係咪先？完整嘅要。係啊，再。深啲。再。係。有冇啊？記唔記得？想去到米少嘅高度，兩下。就要戴手套。深啲，兩下，吸氣。我哋好，我哋。熱身嚟就先。哇！你係龍衝嘅，係啊，龍衝佢係咁啊！哇！呢個真係唔得我都〜
㗎，小弟。我哋起碼玩10 K 至15K 㗎。盡做到力竭，我會 push 你嘅。落心啲，落心啲。咁啊，係2，咁啊，3、4，咁啊，4，咁啊，5，吸氣落啊，吸氣落，6，係，7，貼實啊，8，12啊，我哋呼吸呼吸，吸氣落，調整。OK， 左3下，吸氣，2下，nice last one 啊 ，OK， 跟住啊哇！爭啲要往身啊！冇事，我未試過做尖會出汗㗎喎，但係。